嗨，我將會為大家讀一下奇蹟課程，歡迎大家分享啊！正文第12章聖靈的課程。1. 聖靈的判斷。我曾再三叮嚀你，不要把錯誤弄假成真，方法其實很簡單。錯誤原本非真，但你如果寧可相信錯誤，就不能不弄假成真了。但真相必然是真的，因此相信真相，無需你費任何心力。你只要了解，你對某事的反應絕非針對事件本身，而是基於你對它的詮釋。你只是透過詮釋來為自己的反應找藉口而已。因此，分析別人的動機，對你百害而無一利。如果你認定某人真的全心攻擊你、遺棄你或欺壓你，你就會當真，並且反擊回去。如此一來，他的錯誤對你便會顯得更加真實。分析他人的錯誤，等於賦予錯誤力量。一旦如此，你就再也看不見真相了。分析小我的動機是非常複雜而且容易混淆的過程，你的小我不可能不從中攪和的。你如此大費周章，顯然是為了證明自己有能力了解眼前的事物。實際上，你只是根據自己的詮釋自以為是地反彈回去而已。表面上，你可能會自我約束，隱忍不發，然而情緒上的翻攪則是另一回事了。這種表裏不一的狀態，對你心靈的完整性不似是一大打擊，它會引發你內心各層次之間的衝突。只有一種分析動機的方法是言之成理的，那就是聖靈的判斷，它不需要你費力或費心。只有人心善念才是真的，其餘的念頭，不論是以何種形式呈現，只是渴望療癒的求助之聲罷了。面對弟兄的求助，有誰能理直氣壯地報之以憤怒？除了給他所需的協助之外，你還能給予什麼更合理的回應？因他所要的只是如此而已。你若報之以其他任何答覆，表示你相信你有權按照自己的詮釋回應，因而不惜攻擊他的真相。也許你還未能徹底看清這種行為對於心靈的危害有多大。如果你把求助的呼聲理解為其他東西，那麼你就回應錯了問題。如此，你的回應必與真相不符，僅僅反映出你自己的成見而已。若非你自己幻想出來的攻擊慾望從中作祟，否則你不會認不出那些求助之聲的。就是這個攻擊慾望使你至今與真相奮戰到底，一味否認自己需要療癒的事實，裝作沒有這一回事。若非你早已下定決心排斥真相且全心抵制到底，你豈會做出這種事情？不了解的事，就別去評判，這確是對你最好的忠告。凡是牽扯到自身利益的證人，都不可靠，因為他們會把真相扭曲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你不願認出他們求助的呼聲，不過反映出你不願伸出援手，更不願接受援助。認不出求助之聲就等於拒絕伸出援手。你敢說自己都沒有求援的需要嗎？你若拒絕認出弟兄的請求，其實就是在作此聲明，唯有答覆他的呼求，你自己才會得到援助。你若拒絕伸出援手，必然難以認出上主給你的答覆。聖靈無需你幫忙分析他人的動機，擊碎他的詮釋的其實是你自己。唯有欣賞與感謝才是你對弟兄最得體的回應方式。你的感恩不只是針對他的善念，同時也針對他的求助之聲，因為只要你沒有看走眼，兩者都同樣會幫你覺醒於愛的。你若還不想如此回應，必會感到焦慮緊張。由此可見，上主的救恩計劃何其單純。回應真相的方式只有一種，因真相不可能激發衝突。真相之聖師也只有一位，唯有他了解一切的真相。他絕不會改變自己對真相的看法，因為真相是永恆不變的。縱然你在分裂狀態對真相作出荒謬的詮釋，他的詮釋依舊永遠真實。他已將自己的詮釋賜給了你，因為那本來就是為你準備的。不要企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幫助弟兄，
因為你對自己都幫不上忙。你只要聽到他向上主發出的求助之聲，就會認出你自己多麼需要天父的協助。你如何詮釋弟兄的需要，你就會如何詮釋自己的需要。伸出援手等於你也在求助。你若能認出自己只有這麼一個需求，你就痊癒了。你想要上主給你什麼答覆，必會看到那個答覆的。因此，你要的答覆若是真相，它就真的成為你的了。因着基督之名，你每答覆一個求助，都會進一步喚起你對天父的記憶。為了你自己的益處，試着從每個呼聲中聽出他的求助之意，如此，上主才能答覆你的需求。只要你能鍥而不捨地把聖靈的詮釋用在他人的反應上，就會深深意識到他也會以同一標準來評判你的。認出恐懼並不足以擺脫恐懼，然而摸清他的底細卻是讓你意識到自己需要擺脫恐懼的先決條件。你仍然有待聖靈為你譯出恐懼的真相。他若在你認出恐懼之後棄你於不顧，你從此必會對真相退避三舍。不論如何，我們必須再三強調認清恐懼以及正視恐懼的必要，不再為它掩飾，這是化解小我的關鍵。由此不難看出，聖靈幫你詮釋他人的動機對你的幫助會有多大。他教你只接受他人的善念，而把其餘一切都視為一種求助，同時也教你認清了恐懼本身其實也是一種求助信號。這是認清恐懼的底細之途徑。只要你不再為恐懼找藉口，它就會為你重新詮釋的。它的終極價值就是教你如何把攻擊看成愛的求助。我們已經學會看出恐懼與攻擊之間唇齒相依的關係。既然只有攻擊能激發恐懼，而你又能看出攻擊其實是一種求助的信號，那麼恐懼的假象就被你戳破了。恐懼確實是愛的求助，因為他冥冥中意識到自己失落了愛。恐懼是你內心深處的失落感反射出來的病徵。當你在他人身上看到了恐懼，你若懂得如何針對他的失落感而拉他一把，等於幫他解除了恐懼的小因。你也會因此明白了恐懼亦無法滯留於你內。消除恐懼的方法在你自身之內，但你必須具體給出，才能證實它的效用。恐懼和愛是你僅有的兩種情緒，其中一個必是虛妄的，因為它出自否定。你若否定一物，表示你已經把那被否定之物當真了。只要你能正確地詮釋恐懼，全盤托出他企圖隱藏的信念，便無異於揭穿了他自認有用的伎倆，使他一籌莫展。防衛措施一旦失去了效用，你自然會棄之如敝屣的。只要你能把恐懼企圖隱藏的東西一五一十地攤在光天化日之下，恐懼便會顯得荒謬無比。如此，你便已否定了他掩飾愛的能力，而那正是他的最後陰謀。你先前罩在愛的面容上頭的面紗必將從此消失蹤影。愛乃是世界的真相，你若想看到愛，不妨從所有抵制愛的防衛措施中認出那是愛的求助，沒有比這更高明的手法了。而你若想學會認出愛的真相，也沒有比以愛來答覆愛的求助更有效益的學習途徑了。只有聖靈對恐懼的詮釋足以驅除恐懼，因為他所意識到的真相，無人否定得了。這就是聖靈以愛取代恐懼以及把錯誤轉譯為真相的不二法門。也唯有如此，你才能由他那兒學到如何以合一的真相來取代分裂的夢魘。因分裂不過是否定合一的真相而已，只要你詮釋得正確，它其實也能為合一之境真實無比這一永恆真知作證。2. 憶起上主之道，奇蹟只是將否定轉譯為真相而已。如果愛自己就等於療癒自己，那麼人若生病，表示他並不愛自己。若要療癒自己，他們只能祈求那已被自己拒絕或否定的愛。知道自己真相的人是不可能生病的，因此奇蹟志工的任務便是幫忙否定他們對真理的否定。病人只能自我療癒，因為真理已在他們心內。
由於他們已掩蓋了自己的光明，才需借助其他心靈之光來照亮自己，因為那原是他們的光明。儘管濃霧籠罩在他們心中，原有的光明依舊光華四射。只要你漠視那遮蔽光明的濃霧，他對你就無計可施了。因為唯有上主之子賦予他能力時，他才有機會逞能。因此聖子必須親自收回他的能力，隨時提醒自己，一切能力來自上主。你還能為整個聖子奧體憶起這一真相。不要讓你弟兄忘記，因為他一遺忘，你也跟着健忘；你一憶起，他也跟着記起來了。沒有人能夠單獨憶起上主的，這正是你所遺忘的真相。把你弟兄的療癒視為自己的療癒吧，這是憶起上主唯一的方法。由於你早已把弟兄和他一塊兒忘了，上主答覆你的遺忘的方法，就是幫你恢復記憶。你應把疾病視為愛的另類求助，這是你給弟兄的最大禮物，因為他相信這是他無法給自己的。不論是什麼疾病，只有一帖藥方，唯有幫人恢復完整，你自己才得以完整。你若能從疾病中認出呼求健康的求助之聲，表示你也能在憎恨中認出愛的求助。給予弟兄他真正想要之物，等於給你自己同一禮物，因為你的天父願你有朝一日了悟弟兄的真相，就是你自己的真相。你若答覆了他向外發出的求助，表示你自己的求助也得到了答覆。所謂療癒，就是基督對天父及他自己的那個愛。你可還記得我先前提到孩子最怕的念頭，只因他們不明就裡，才會如此大驚小怪。只要他們有心覺醒，且願接受真相，恐懼就會消失了蹤影。如果他們還想隱瞞噩夢，便難以擺脫那些魅影。幫助一個彷徨無助的孩子其實不難，因為他知道自己並不明白所見之物的意義。問題是，你卻相信自己十分了解所見的一切。孩子，你正扯着厚厚的棉被罩住自己的頭呢？你全心把噩夢藏在自以為是的黑暗中，拒絕張開眼睛正視那些魅影。別再找着噩夢不放了，它不配獻給基督，故也不配作為你的禮物。掀開那棉被，正視一下你所害怕的東西吧。你所怕的只是一些假想敵而已，什麼也不是之物，有什麼好怕的？願我們別再耗費光陰了，因為若無外援，你那充滿仇恨的噩夢是不會放過你的。所幸天助就在眼前。學習在動盪的人生中靜下心來，因為寧靜的心情反映出你已放下奮鬥心態而邁上了平安的旅程。定睛正視一下那全心耽擱你前程的每一個陰影吧，你的結局已定，因為它千古不易。愛的結局乃是你的天賦權利，不論你作的是什麼夢，愛永遠屬於你。上主之願始終是你心之所願，沒有任何噩夢摧毀得了上主兒女的人生目的。你的人生目的乃是上主的恩典，他注定會圓滿成就，因為那是他的旨意。醒來吧，憶起你的人生目的才是你真心所願。上主已為你完成之事，必然屬你所有。不要任由親心阻攔愛的來臨，因為沒有一物阻擋得了基督對天父之愛或天父對基督之愛的。再過一會兒，你就會看見我了，因為我從未隱藏過自己，是你把自己隱藏起來的。我一定會喚醒你的，如我喚醒了自己那般必然，因為我是為你而覺醒的。我的復活乃是你的解脫。我們的使命不是逃避救贖，而是由十字架上脫身。信賴我的救援力量吧，因為我從不獨行，我必然與你同在，只因天父與我同行。你既已知道我一度與他同行於平安之境，這不正保證了平安也會一路伴隨我們？完美的愛中沒有恐懼，我們只是把你內在的完美真相彰顯於你眼前而已。你怕的不是未知，而是已知。你的任務不可能失敗的，因為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因着我對你的完全信任，你只需對我顯示一點信心，
我們便能輕而易舉地一起達到完美之境。因為完美之境始終如是，無人否定得了它的存在。否定你對完美境界的否定，比你否定真相要容易多了。只要你能看出這一圓滿境界早已完成，便不再懷疑我們聯手所能完成的大事了。你曾企圖驅逐愛，卻無法得逞，但你若決心驅逐恐懼，卻保證成功。因為上主與你同在，你只是毫不知情而已。你的救主平安地活在你心裏，因他自己也是在平安中受造的。你難道不願以平安的角色來取代恐懼的角色？我們一旦戰勝了恐懼，不是隱藏或淡化它，也不再企圖否定它的能耐，你就會看清這一真相了。你若不敢正視它，便無法跨越障礙而抵達真實慧見的，因在逃避之際，你已經下了判斷。只要你願正視恐懼一眼，聖靈便會出面代你判斷，而他的判斷永遠真實。關鍵在於，他無法用光明驅散你全心隱藏之物。你若不願自動獻出，他絕不會由你手中奪走的。因此，我們現在所學的，乃是一套組織完備、結構緊密，而且深思熟慮的課程。他教你如何把你不想要的東西交託給聖靈。他知道如何處置那些東西。你目前還不懂得如何發揮他所知道的真相。只要你一交給聖靈，那些原非上主之物便消失了蹤影。但你必須自動自發地正視他們，否則上主的真知對你發生不了任何作用。有一點你大可放心，他絕不會不伸出援手的，因助人是他存在的唯一目的。正視恐懼之源，徹底予以了結，難道會比你眼前這個世界更可怕嗎？3. 投資真相。我曾這樣要求我的門徒：變賣你的所有，施捨窮人之後，再來跟隨我。其實我要說的是，不再投資於這個世界，你方能教窮人看出他們真正的財富。我所謂的窮人，是指那些投資錯誤的人，那才算是真的貧窮。他們有待你的援助，你也有責任施以援手，因為你是他們的一份子。試想一下，如果你學會了如何拒絕分享他們的貧窮，這對你將是多麼完美的一課。貧窮就是匱乏，而匱乏只有一種，因為需求也只有一種。試想有位弟兄要你去做你心裏並不樂意的事，他堅持的態度顯示出他相信做那件事是他的救恩所在。如果你當下心生反感而堅持拒絕，表示你相信不做那件事才是你的救恩所在，那麼你和他犯了同樣的錯誤，還會使他的錯誤對你們兩人都變得無比真實。堅持意味着一種投注，你投注什麼，絕對離不開你的救恩觀念。救恩觀又離不開兩種問題：第一，究竟是什麼需要拯救？第二，如何才能把他救回？每當你對弟兄發怒，不論什麼原因，都表示你相信小我才是有待拯救的對象，而且只有反擊回去才能挽救小我一命。攻擊如果是他發動的，表示你贊同他的信念；如果是你發動的，你就強化了這一信念。請記住，動輒攻擊的人才是真正的窮人。正因貧窮，他們不得不索取禮物，企圖讓自己脫貧。本來能夠幫助他們的你，一旦認同了他們的貧窮，只會越幫越忙。如果你的投資能夠與他們反向而行，就絕對不可能認不出他們真正的需要的。你應先認清那些事是無關緊要的。即使你的弟兄向你提出一些蠻橫無理的要求，去做吧，因為那是無關緊要。你若斷然拒絕，你的反對反而透露出那是對你的重要性。因此，使那要求顯得蠻橫無理的反而是你。每個弟兄的要求，其實都是為你而提出的。你為什麼堅持拒絕他的請求？你的拒絕不只否定了自己，還使雙方都陷入困境。他和你一樣，都在尋求救恩。貧窮屬於小我的層次，與上主毫無關係。
凡是認出真有價值之物而且別無他求的人，是不可能提出那些蠻橫無理的要求的。救恩是為心靈而設的，你只能從平安中獲得。心靈是唯一有待拯救的對象，平安則是得救的唯一途徑。只要不是出自愛的答覆，不過反映出他在救恩的對象與方法上的蒙昧無知，愛才是唯一的答案。絕對不要忘卻這個愛，片刻也不容許自己相信還有其他的答案，否則你勢必淪入窮人之列，毫不了解自身所擁有的富裕與近在咫尺的救恩。認同小我，無異於自我攻擊，陷自己於貧困。為此之故，凡是與小我認同的人，必會感到自己被剝削，沮喪憤怒勢所難免，因為他對小我之恨已經取代了他對自性之愛，使他不能不害怕自己。問題是他毫不自覺，他只會意識到內心很深的焦慮，卻看不出那是因為他與小我認同的緣故，而他的應對手法通常是與世界建立一種神志不清的協議。世界對他永遠是身外之境，若要適者生存，他不得不如此。他毫不明白，世界是他打造出來的，在他外面並沒有所謂的世界。如果上主之子的人心善念才是世界的真相，那麼真實世界必然存在他的心靈裏。問題是，那神志不清的念頭也同時存在他心中，於是他內在的衝突常會白熱化到令他忍無可忍。分裂的心靈自然會感到草木皆兵。當他認出自己心中同時接納了兩種全然相反的思想模式，自然坐立難安。因此，心靈才會將這分裂，而非真相，投射出去。只要你還會把任何一物視為外界，表示你仍找着小我的身份不放，因為身份認同對每一個人都代表了救恩。你不妨反省一下自己的經歷，因為想法必然會為思想之人帶來具體後果。你感到自己與現實世界趕夾不入，認為他處處跟你作對，這是你的所作所為必然導致的後果。一旦把心裏的對立感投射於外，你自然會看到世界處處跟你對立。為此之故，你必須明白，憎恨出自你心內，而非心外，如此，你才驅除得了他。你必須先根除心頭之恨，才可能認出世界的真相。我曾說過，上主如此愛了世界，不惜賜下他的獨生子。上主愛的是那真實世界，凡是認出世界真相的人，再也不會看見死亡的世界，因為死亡不屬於真實世界，那而處處反映出永恆的境界。上主願用真實世界來與你分裂心靈所打造的那個象徵死亡的世界交換。如果你真能與上主天心分開，只有死路一條。你眼中的世界是個充滿分裂的世界，也許你寧可接受死亡，也不惜否定自己的天賦。但你不會如願以償的，因為此非上主所願。你的意願仍不足以違反他的旨意，為此你才會對自己打造出來的世界束手無策。那個世界並非出自意志，它受制於一種不願肖似上主的慾望。慾望與意志豈能同日而語？你打造的世界受制於專橫無理的法則之下，才會如此混亂無序，顯現不出任何意義。由於那個世界是出自你所不要之物，你因為怕它才把它從心中投射出去的。世界始終存於打造它的心靈，與真正的救恩同在你心內。切勿相信世界在你心外，因為你必須先認清世界真正的所在，才有駕馭它的可能。你確有駕馭自己心靈的能力，因為心靈乃是你的決定中樞。你若認出自己所受到的攻擊原來是出自你的心內，而非來自心外，才算找到了元兇。他在何處萌生，便會在何處告終。救恩便在那兒現身了。那兒就是上主的祭壇，亦是基督的居所。被污損的是你的祭壇，而非外在的世界。然而基督已在祭壇為你安置了救贖。把你的世界觀帶到祭壇來吧，他會幫你看到真相。
你的眼睛會霎時一亮，在那兒學會真正的看。從此上主與聖子方能平安共處，使你賓至如歸。你在平安中向外一望，便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然而，你必須先放棄自己在世上的投資，也就是你投射到世界的一切，才可能找到平安之境。聖靈也才能把真實世界由上主祭壇那兒推恩於你。4. 尋求與尋獲。小我一口咬定愛是危險的，這是他一直想要教給你的核心觀念。但他從不直截了當地講，反之，凡是把小我當作救命恩人的人，看起來都在如飢似渴地尋求愛。小我也積極鼓勵你努力追求愛，卻附帶一個條件，不准找到。去找，但不要找到，是小我的一貫指令。這是小我給你的唯一許諾，也是他必會實現的許諾。小我追逐目標時一向狂熱而堅持，縱使他的判斷能力嚴重受損，卻有鍥而不捨的精神。因此，小我致力追尋的目標注定會失敗，只因他要你相信他才是真實的你。因此，他令你踏上的旅程必會害你咎由自取。小我無法愛，他狂熱追求的正是他最怕找到之物。然而小我又不能不追尋，因為它是你心靈的一部分，為此它無法完全與心靈脫節，否則你絕不會相信它的。小我是因着你對它的信心而得以存活的，那麼你的心靈必然也能否定它的存在。只要你敢正視一下小我為你精心策劃的旅程，便會毫不遲疑否定它的。毋庸置疑的，沒有人真想要找到最後會打敗自己之物的。小我既然無法愛，在愛的面前必會手足無措，不知如何回應才是。那時你自然會放下他的指引，因為他教你的那一套顯然不敷你之所需。於是小我不能不扭曲愛的真相，他這樣告訴你，他所傳授你的回應方式正是愛所要求的答覆。你若聽從他的教導，縱使踏破鐵鞋找到愛，你也無法認出他的。你可明白，小我所為你安排的人生之路必然陷你於絕望。去找，但不要找到，絕不可能是件愉快的事。這可是你想要圓的夢？聖靈賜給你另一種圓夢之法，那才真能為你帶來喜悅。因為他的許諾永遠是去找，你必會找到，有他指點迷津，你不可能失敗的。他帶領的旅途必是成功之道，你的目標既是他為你設定的，他必會讓你如願以償。他絕不會蒙騙自己的聖子，因他對聖子始終懷着天父之愛。你遲早會踏上這一旅程的，因為世界並不是你的家鄉。即使你還不清楚何處是而家，也不能不去追尋。你若相信家鄉在自己的身外，你是不可能找到的，因為它根本不在你尋找之處。你已記不得如何往內尋找了，因為你不相信自己的家鄉就在心裏。然而，聖靈會幫你憶起來，他會令你回家的，這是他的使命。他完成這一使命之後，必會幫你找到你的使命，因你的使命與他的完全一致。就在你引導弟兄歸家之際，你其實已經跟上了他的腳步。好好瞻仰天父賜你的嚮導吧，你才可能明白自己確有永恆的生命。因為死亡不是天父的旨意，也非你心所願，唯有真實的才屬於天父的旨意。你無需為生命付出任何代價，因那純是上天的恩典，但你卻要為死亡付出代價，而且是相當沉重的代價。你若把死亡當作寶物，自會不惜變賣一切而買下它。你一旦買下了它，怎麼可能不相信它？只因你已變賣了其他的一切。問題是，你是不可能賣掉天國的。上天賦予你的產業，既無法購買，也無法出售。聖子奧體內的每一部分，都是由上主那兒承繼過來的。上主若是圓滿無缺的整體，由他延伸而出的生命必然與他同樣的圓滿無缺。救贖、
並不是你為自己的圓滿生命所付的代價，而是你為了意識到自己的圓滿所必付出的代價。你企圖出售的東西，上主都會為你妥善保存，因為你是不可能再把它買回來的。但你必須在他身上下注才行，不是用金錢，而是以你的靈性下注。因為靈性等於意志，而意志乃是天國要求的代價。只要你能認出原來自己已經得救了，天父產業就非你莫屬。聖靈會領你進入永恆生命，關鍵在於你必須停止在死亡上頭下注，否則縱使生命就在你身邊，你也不會認出他的。5. 健全的課程。只有愛是堅強的，因為他一心不移。堅強的人不會攻擊，因為他們覺得無此必要。你相信自己是脆弱的，攻擊之念才可能侵入你心裏，因為你先打擊了自己，並相信攻擊確有效力，才會看到自己如此不堪一擊。由於你已認不出自己與弟兄的平等性，甚至認為自己比他更脆弱，才不能不設法攀回一城。你為了攀回一城而發動攻擊，只因你相信攻擊確有削弱自己的能力。為此之故，認清自己百害不侵，正是恢復神志清明的關鍵。因為你若接受了自己的百害不侵，等於認清了攻擊其實只是枉費功夫。即使你曾打擊過自己，仍然能夠顯示自己一點也不受其害，這表示你的攻擊毫無作用。一旦明白了這一點，所有的攻擊在你眼中就變得毫無意義，因它顯然無濟於事，更遑論保護你了。認清自己百害不侵，其價值不只限於消極方面。你的自我打擊既然削弱不了你，表示你依舊強而有力。因此你無需攀回一城來鞏固自己的勢力，除非你能認出即使自我打擊也傷害不了你，你才會明白攻擊確實只是白費力氣。因為他人若感覺受到了攻擊，一定會加以反擊。你若真有攻擊他人之意，不可能不認為這是助長自己的勢力，故只有你才能撤銷這一惡性循環。因為你攻擊時，首當其衝的是你自己，如果那只是虛張聲勢，你是不可能受害的。聖靈之愛才是你的力量所在，因為你的愛已經支離破碎，已非真愛了。你一旦打擊了自己的愛，便再也無法信任他了。分裂的心是無法懂得完美之愛的，因為分裂的心使人淪為拙劣的學徒。你企圖把分裂變成永恆狀態，因為你老想用自己那套重新界定造化的特質。幸好，造化並不出自你的手，資質不足的學徒確實需要接受特殊教育。你有學習障礙，這話一點兒也不誇張。你的學習能力已受到多方嚴重的損傷。若非那位超越你有限資源的聖師為你具體指點迷津，你是難以進步的。他是你的無限資源，因為憑你自己，你無法學到任何東西。你為自己打造的學習環境是不可能學到任何東西的。你目前的處境急需一位特殊聖師及一套特殊課程。不論是教自己，或是教別人，遲鈍的學生都不宜充當老師。你怎能指望他們為你制定課程？他們自己都有待這套課程來跨越學習障礙。他們若能明白自己的限度，就不算有學習障礙了。你尚不知愛的真諦，這是你真正的障礙。別再試着教自己所不了解的事了，也別再為自己學得一敗塗地的課程設定目標了。你學習的目的始終是不要真正學會，這顯然無助於你的學習成效。你尚未學會之事，自然無法舉一反三，也無法普遍運用到生活層面，這是你最大的學習關卡。你豈會向學習的失敗者請教那些學習工具的效用何在？他們不會知道的。如果他們能夠正確地解釋那些教學工具，他們早就從中學成了。我曾說過，小我的原則是去找，但不要找到。若把它轉譯到教學原則上，即是去學，但不要真正學會。以此為學習目標的課程，
其結果可想而知。任何正當的教學工具、道地的教學方法、合乎情理的指導方針都會被他扭曲的，因為他們要教你的正是這怪異課程全力抵制之物。如果你企圖去學怎樣才學不會，那麼你的教學結果不只注定失敗，還會令你陷入更深的迷惘，這是意料中的事。這種課程荒謬絕倫，他的學習動機也嚴重削弱了心靈的力量，使你無法去愛，只因你所選的課程都在抵制愛，這簡直是在學習如何打擊自己。這種課程還暗藏另一目標，即是教你如何不去克服天人分裂之境，如此他才保得住上述的首要目標。你無法在這類課程中克服分裂的，因為你所學的一切都在為分裂之境撐腰。你的學習既然有違自己的心意，你的心靈自然會與你的學習唱反調，你就這樣成功地抵制了所有的學習機會，大快小我之心。即使你目前仍看不出來，然而有樣東西是你真正想學，也是你能學會的，因這完全出自於你的選擇。一直在學習自己並不想學會之物的你，打起精神來吧。縱然你自己制定的課程令你越學越喪氣，然而你只需正視一下，便不難看出它的荒謬。你竟想用不去完成的方式來完成一個目標，世上哪有這種道理？現在就辭去你自以為是的角色吧。這一辭職絕不會讓你更加沮喪或絕望的，這只是你誠實評估了自修自學的成效之後必然產生的結論。只要有合適的學習環境，那既非你能安排，也非你能了解的，你必會變成一位優秀的學生及優秀的教師。你目前還未達到這一境界，除非你能徹底扭轉自己設計的學習場景，否則你的目標必然遙遙無期。若了解得正確，你的學習潛能是不可限量的，因為它會把你導向上主之境。你能一邊教導他人上主的道路，一邊從中學習，只要你願追隨那位聖師，只有他才知道上主之道，且通曉他的課程。本課程一點兒都不曖昧，因為他的目標一心不二，目的與方法之間也前後一致。他只要求你能做到心無旁騖，其餘的一切自會賜給你。只要你真正有心學習正確的方法，沒有人能違逆上主之子的決定。七，他的學習成果會像他自身一樣不可限量。六，基督的慰藉。小我企圖教你如何賺得整個世界，卻賠上你的靈魂。聖靈所教你的卻是，你不可能喪失自己的靈魂，世上也無利可圖，因世界本身根本無利可言。投資於毫無利潤的生意，根本是浪費資源，它的代價太高了。這投資不止毫無利潤可言，還會害你血本無歸。它會害你否定自己的真相，因而賠上了世界的真相，卻一無回報。你無法出賣自己的靈魂，但你卻能出賣你對靈魂的覺知。你的靈魂本來就不是肉眼可見的，只要你仍然重視其他東西，保證你更加無由得知靈魂的真相。聖靈是你的力量，因為他只知道一件事，你是靈。但他同時清楚你並不知道自己的真相，他也完全清楚該如何教你憶起本來面目。他愛你，樂於告訴你他所愛的究竟是什麼，因為他一心想要分享此愛。他始終記得你，絕不會讓你忘卻自己的價值。由於天父隨時提醒聖靈上主之子的真相，聖靈也會隨時提醒上主之子天父的真相。上主是透過聖靈而永存於你記憶中的。你一度決心忘掉自己的天父，其實那絕非你真正的意願，你是可以改變自己的決定的。我既能作出這一決定，你也能作出同樣的決定。你並不想要這個世界，它的唯一價值只在你愛的眼神所注視的那一部分，是你的眼光賦予它絕無僅有的真實性。它的價值不在它自身內，但你的價值卻在你自己內。自我的價值源自自我的延伸，為此，你的自我價值觀必然源自你的善念延伸之物。
讓你的世界愈來愈真實吧，因為真實世界乃是聖靈的禮物，而他非你莫屬。凡是視而不見的，都是有待修正之人。聖靈的使命即是開啟盲者的眼睛，因為他深知這些人並未喪失視力，只是睡着罷了。他要將他們由遺忘之夢喚醒而憶起天父。基督的眼睛永遠明亮，只要你接納他的慧眼，他愛的眼神便會落於你所見之物。聖靈為每一個沉睡的聖子護守着基督慧見。在聖靈的慧眼裏，上主之子完美無缺，他一心只願與你共用這一慧見。他要幫你看清真實世界，因為上主已將天國賜給了你。你的天父願透過聖靈而喚回聖子的記憶。聖子覺醒的第一步乃是開始投資真實世界，如此他才會學到如何重新投資自己。因為真相必與天父及聖子同在，聖靈是藉聖父聖子之名而祝福了這個真實世界。你遲早會看到真實世界的，你一看到它，即刻便會憶起我們。然而，你必須學會看清沉睡的代價，並且拒絕支付才行。唯有如此，才能顯出你甦醒的決心。真實世界便會出現於你眼前，因為基督從不入睡。基督一直等着你的眼光轉向他，他的眼光片刻不曾離開你。他安詳地凝視着真實世界，一心只願與你同享，因為他深知天父對他的愛。基督就是在此一真之下給你那原屬於你的禮物。他在天父的祭壇上，寧靜安詳地等待你回頭。他在聖靈的祝福之光下，默默地將天父之愛傳送到你身上。聖靈會引領所有的人回歸天父的家園。基督在那兒等着與至聖團圓。上主的每一個孩子在基督內都屬於同一生命，因為他的生命存於基督內，一如基督存於天父內。基督對你的愛就是他對天父的愛，他知道自己對天父的愛，因他知道天父對他的愛。當聖靈終於由天父祭壇將你領回基督那兒時，知見便會轉為真知，他變得如此神聖，自然融入了神聖之本體。愛延伸到愛內，有如水與膠融，因為兩者原是一物。當你在各種人生場景中愈來愈能認出他們的共通性，表示你在聖靈的指點下，不僅增強了舉一反三的能力，且能普遍用在現實生活中。你慢慢學會了如何將此知見套用於每個人及每件事上，顯示出它放諸四海皆準的實用價值。一旦遵至此境，知見與真知變得極其相似，因兩者都具備了上主天律的結合能力。凡是一體的，就不能視為分裂的，否定分裂就等於重新真知。聖子的知見在上主祭壇前顯得如此神聖，洋溢着悟性光明。聖子的靈性同時反照回天心，與他融為一體。上主的光輝溫柔地照在自己身上，深深愛着由他生命延伸而出的聖子。當世界融入上主的終極目標後，他的存在目的便告終了。真實世界會悄悄地滑向天堂，回歸他千古不移的永恆之鄉。救主與得救之人就在那兒結合於上主圓滿之愛以及彼此的愛中。天堂是你的家，他既在上主之內，必也在你內。7. 往內看去，奇蹟不過證明你在正確指引之下終於學到了東西。學習經驗是肉眼看不到的過程，唯有透過結果才能認出你究竟學到了什麼。你必須不斷將所學運用於各種場合，方能顯示它放諸四海皆準的效用。直到你能在各種場合施展奇蹟，你才敢說自己真正懂得奇蹟沒有難易之分的道理。沒有一種場合不能發揮奇蹟的妙用。一旦你的奇蹟能在任何場景下發生作用，表示你已進入了真實世界。這神聖的知見會使你重歸完整。就在你親自領受救贖之際，救贖的光輝也會透過你而照耀在所有人身上。他們都是聖靈派遣到你這兒來領受祝福的人。每個上主兒女都深受他的祝福。就在你祝福上主兒女之際，他也祝福了你。
世上每一個人都必須在救贖大業中善盡自己的一份責任，才可能認出原來世界早已得救這一事實。你看不見無形無相之物的，可是你一旦看到它所產生的效果，便無法否定它的存在了。你若能見到它的作為，便不難肯定它的真實不虛。你得透過它的作為學習認出它的真相。即使你還無法看見自己力量之所在，當它在後面催促你行動時，你自然深信不疑它的存在。你不可能看不見那些行動的效果的。聖靈雖然無形無相，你仍然可以看見它臨在的具體效果。你不難透過那些效果而學會認出它的臨在。它推動你去做的事，顯然不限於這個世界，因為按照世界的評判標準，奇蹟可說是違反了現實世界的每一條自然法則。它超越了時、空、量、道上的每一條定律。聖靈助你完成的事顯然不受那些範疇所限。只要你能看到它所促成的效果，便不難體會出它的境界。終有一天你會知道它的真相的。你無法看見聖靈，卻不難看見它彰顯的證據。你必須具備看的能力，才可能認出它的臨在。奇蹟即是它的見證，為它的臨在發言。唯有透過這些代它發言的見證，無形無相的它才會顯得真實無比。你是可能意識到肉眼看不見之物的，尤其是當它透過你而顯示自己的臨在時，你就再也不會懷疑它的真實性了。去為聖靈工作吧，因為你身負他的任務。你在天堂具有創造的任務，同樣的，你在世間也具有療癒的任務。在天堂裏，上主與你分享他的任務；在這世間，聖靈也會與你分享他的任務。只要你還相信自己負有其他的任務，表示你還有待修正，因為那個信念與聖靈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馳，它會毀掉你的平安。你期待什麼，便會看到什麼；你邀請什麼，便會期待什麼。你的一切所知所見都是你自己邀請來的，他們會應你之請而至。你究竟想看到哪一位現身？你寧願相信哪一位的臨在？你自己顯示什麼，必會相信什麼。不論你在外面看到什麼，表示你已在自己心內先看到了它。你的心靈有兩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你的所知所見不過反映出你究竟選擇了哪一位嚮導而已。我就是聖靈的示言，當你看見了我，就表示你已邀請了他。他必會為你送來他的見證，只要你肯正視他們一下。你應隨時記得，你所見到之物都是你自找的，因你想要什麼，就會找到什麼。小我找到的，必是他想要之物，絕無例外。他找不到愛，因為那不是他想要的。想要與找到是一事的兩面，如果你同時追求兩個目標，你有可能找得到，只是你一個也認不出來。你會以為他們是同一回事，因為你兩個都要。心靈會不斷設法整合自己，如果它分裂了，同時又想保持分裂狀態，它自然會把不同目標偽裝成同一模樣，才能讓你相信它確實只有一個目標。我曾經說過，你會投射或推因，決定權操之於你，可是你只能在兩者之間選擇其一，因為這是心靈的運作法則，而且你必然先在心內看到，才會在外面看到的。當你往內看時，你得選擇一位看的嚮導，然後你往外一看，就會見到那嚮導帶給你的見證。為此之故，你想要什麼，就會找到什麼。你想要自己變成怎樣，也會將它顯示於外，然後再從世界領回它來。其實是你先想要如此而把它放在外面的。即使你認為你所投射的是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你其實很想要它。這立刻使你的心靈陷於分立、失聯的狀態 （dissociation）， 因為你接受了兩個不同體系的目標，它們分裂為二，是因你把它們當成不同東西的緣故。於是，心靈才會在自身之外，而非自身之內，
看到一個分裂對峙的世界。這會給你一種好似裏外一致的幻象，讓你相信自己所追求的只是一個目標。但只要你眼中的世界是分裂的，表示你的心靈尚未療癒。所謂療癒，不過表示你追尋的目標只有一個，因為你只接受這一個，故也只想要這一個而已。你若只要愛，就不會看到其他的東西。你若在外面看到對立或矛盾的見證，不過反映出你發出了矛盾的邀請函罷了，表示你心裏想要那些矛盾或對立，因而在心中看到且接受了他們的存在。其實你不必相信那些支持對立狀態的證物，因他們不過把你的選擇顯示給你看，而且把你賦予他們的信息送還給你而已。愛也是一樣，你得靠愛的使者方能認出愛來。你想要彰顯的若是愛，那麼愛的使者必會應你之請而前來的。決定能力，那是困在世界的你所剩下的最後一點自由了。你是有能力下定決心去正確看待世界的。世界的真相不在於你把它當作什麼，而在於你在它身上賦予了什麼意義。除了愛，你無法給任何人任何東西；除了愛，你也無法從人們那兒真正領受到任何東西的。你若以為自己領受過其他東西，表示你往內看時，誤以為自己確有給予其他東西的可能。就是這個決定左右了你追尋的結果，因為你早已決定自己想要什麼了。你怕我，因為你在自己內看到令你害怕之物。其實你所看到的並非真相，因為心靈的真相原是上主造化的精華，它純粹來自上主。只要你真願正視它一下，它的全能和偉大必會帶給你平安。倘若你還害怕，表示你看到了根本不存在之物。你原本會在那兒看到我和所有的弟兄安穩地活在創造我們的天心裏，因為在那兒，我們確實共同活在天父的平安中，而且他一心指望透過你而把自己的平安推恩出去。你唯有接下推恩平安的使命，才可能享有平安，因為你必須先讓平安現身，自己才可能目睹他的存在。他的神聖見證會應你之請而來，環繞在你身邊。我已聽到了你的祈求，而且撫慰了你，但你不會看到我，也聽不到你想要的答覆，因為那並非你唯一想要之物。必須等到我對你顯得越來越真實時，你才會明白那確是你唯一想要之物。那時，當你往內一看，就會看到我的臨在，我們便能一起看到真實的世界。基督的慧眼裏只有真實世界，因他只可能看到真實的世界。你決定要看什麼，你就會看到什麼。不論你看到了什麼，不過反映出你內心的決定而已。你若能往內一看而看到我，表示你已下定決心為真相作證了。就在你彰顯真相之際，你會在心內與心外同時都看到真理的蹤跡。你能在外面看到真理，只因你先在心內看見了它。你可以根據自己在外面所看到之物，判定那必是你在心內所見之物。這種判斷若出自於你，必然錯誤百出，因為判斷原非你的任務。只有出自聖靈的判斷才可能正確無誤，因為判斷乃是他的任務。唯有按照他的方式判斷，完全放下自己的評判，你才算是分享了他的任務。你的評判常跟自己過不去，聖靈的判斷卻始終護着你。請記住，每當你向外看到不悅之事而心生反感，表示你不只評判自己毫無價值，還定了自己的死罪。死刑乃是小我的最終企圖，因他深信你罪孽深重，死有餘辜，唯有上主知道你配受生命的祝福。死刑始終在小我心中縈繞不去，因為那是他一直為你保留的結局。一心想要置你於死地，這是小我對你最大的陰謀。即使他讓你活下去，也只是讓你坐以待斃。你活着的時候，他要折磨你，而且非把你折磨至死不能一睨心頭之恨。置你於死地是小我一生致力的目標，
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甘休。小我並非上主的叛徒，因為沒有人可能背叛上主。小我其實是你的叛徒，因他一口咬定你背叛了天父。為此之故，化解罪惡感成了聖靈最重要的一課。只要你還心存一絲罪疚，你對小我就不能不言聽計從。他這樣告訴你，你已背叛了上主，因此罪該萬死。你始終認為死亡是上主的懲罰而非小我的傑作，又因你已誤把小我當成了自己，故認為是你自己想死的。你若真有此意，連上主都愛莫能助。當你開始向死亡的誘惑讓步時，請記住，我並沒有死。只要你能向內看去而看到我，便會明白此言不虛。我怎麼可能只為自己一人戰勝死亡？天父怎麼可能只賜我永生而不賜給你？你一旦學會如何將我顯示於人，就再也不會看見死亡了，因為你已在自己內看到了不死之境。你眼中只有永恆，向外望去，也只會看到一個不死的世界。8. 愛對愛的吸引。你真的相信自己有殺害上主之子的能耐嗎？天父已將聖子躲藏於自己的生命內，使你的毀滅之念鞭長莫及。然而你自己卻因着這些念頭作祟，再也無法得知天父與聖子的真相了。由於你每日、每時、每刻都在攻擊那個真實世界，你看不見他的蹤影，豈非意料中事？如果你是為了打擊愛而尋找愛，你是絕對找不到他的。愛的本質既是分享，那麼除非經由愛本身，你還能由何處找到他？唯有給出愛，他才會來到你這兒，因為愛會被愛吸引。你給的若是攻擊，愛就會隱身不見，因他只能活在平安裏。上主之子與他的天父一般安全無虞，因為聖子深知自己有天父的保護，故一無所懼。天父的愛已將聖子護守於完美的平安中，故他一無所需，也一無所求。他就是你的至聖，你卻感到他遙不可及，只因你心中仍有攻擊之念，他才由你眼前遁跡，藏身於天父那裏。他始終未曾變過，改變的是你。因為分裂的心及其一切妄造均非天父的創造，也不可能進入他的真知。你若把原本非真之物搞得活靈活現，他原有的真相便會在你眼前遁跡。但真相本身是不可能看不見的，因為他在聖靈眼中清晰無比。你之所以看不見他，只因你的眼睛老是盯着其他的東西。你沒有權利決定什麼才是真的，同理，什麼是看得見的或什麼是看不見的，你也做不了主。所謂可見之物，其實就是指聖靈着眼之物。真相的定義來自上主，不是由你界定的。既然真相是他創造出來的，故唯有他了知真相。你原本知道這些事的，如今已忘得一乾二淨，除非他教你如何再度憶起他來，否則遺忘會使你萬劫不復。因着天父之愛，你永遠無法忘懷他的，只因上主親自將他置於你的記憶中，沒有人能忘得了。你能夠否定愛，卻無法失落他。有一種天音將答覆你的每個疑問，有一種慧見會修正你所有的知見。只因唯一的真相已被你搞得不復可見，那唯一的答覆對你也不復可聞。上主會幫你與你自己重新復合，他絕不會棄你於痛苦而不顧。你在等待的其實就是他而已，只是你毫不知情。然而，他的記憶會始終在你心內照耀，不可能完全滅跡。過去如此，未來如此，千古佳言。只要你祈求恢復這一記憶，你就會憶起他的。如果人心千方百計想要抹殺這個記憶，上主自然無法照耀此心，因上主的記憶只可能降臨於有心憶起他而且不再瘋狂地想要操弄真相的心靈。你連自己都掌控不了，實在不該懷有操控宇宙的野心。只要看看你自己的傑作，你該慶幸自己沒那本事。上主之子，不要認命於虛無之境。凡是虛妄不實的，
既不可見，也無價值。上主不可能賜給聖子無價值之物，聖子也不會接受這類禮物的。上主早已在你自以為遺棄上主的那一刻拯救了你。你所打造的那一切也不曾存在過，你看不見他們，因為聖靈從不着眼於他們。他所着眼之物才是你該看見的，你的知見便如此被他的慧見療癒了。你已經把這個世界的唯一真相弄得不復可見，還把虛無當寶似地追求得不遺餘力。虛無被你弄假成真之後，你自然隨處都只能看到它的蹤跡。其實它根本就不存在，只因你滿眼全是自己打造的虛無，基督自然由你眼前遁形。然而，不論你企圖在自己的角色與真理之間拉近多少的距離，全都無濟於事。你是可能看到上主之子的，因為人人具有這一慧眼。聖靈在你身上所看到的就是這個上主之子。你視而不見之物在他眼中卻歷歷在目。他始終記得你，因為他不可能遺忘天父。你以前只知着眼於非真之物，自然只會找到沮喪絕望。你想要的若是非真之物，豈能期待找到他物？非真的世界必然令人絕望，因它永遠無法成真。分享上主生命的你，若不活在真相內，是不可能心安的。凡不是上主賜你之物，沒有控制你的能力，而愛吸引愛的力量，則非你所能抗拒。因為愛的任務乃是將萬物結合於自身之內，又能把自己的圓滿本質推因於萬物，使它們重歸一體。上主在愛中賜給你一個真實世界，想要與你所造及所見的世界交換。你只需由基督手中接收過來，正視一下它的存在，它的真相便會使一切幻象當下破滅，因為注視真相，給了你一種全面性的知見。你只要正視一眼，便會憶起原來它始終不曾改變過。虛無當下便消失了蹤影，因為你終於懂得如何真正去看了。經過救贖的知見，便輕而易舉轉為真知，因為唯有知見才可能錯誤，而知見根本就不存在。它一被修正，便會讓位給真知，那才是唯一且永恆的真相。所謂救贖，不過是令你回到那不曾失落之境的方便法門而已。只因你的天父對聖子的愛永恆不渝。